讲到做奥多拜服务，进了一种正利便的方式，就是共享奥多拜。目前伫台北市内有3个业者咧做，拢总有上万台奥多拜，要互来消费者使用。不过，即摆也出现讲奥多拜停车格啊无够使用的情形。 手机啊摕起来就会使来租用机车，这是即马真方便的共享机车服务。民众若是有使用机车的需求，找到停伫路边的共享奥多拜，就会使随租随行。即马台北市总共有3个业者提供这款的服务。根据台北市政府交通局的统计，总共有差不多13000台的共享机车提供民众使用。 但是台北市骑机车的人口本地就多，这个共享机车敢会甲因相抢车位？它有一车多人使用的这个特性，也是希望说民众可以减少私人运具的使用。那一些停车的需求也可以透过这个一车多人使用的部分可以降低。希望说他们能够持续去观察，说车辆不要有集中停放，或者是不要有久停的情形。不过记者是一个访问业者，是只有一间业者有伫咧甲想一种的车运去其他所在放。 其他2间业者是无讲到有安尼处理，而且嘛有民众感觉共享机车是干那吸引无车的人，有车的人是无啥会使用。我觉得如果是有自己的车，就不用这个烦恼了啊。没有车的人需要这样子的服务了。大台北地区真的摩托车真的太多了，私人摩托车真的太多了。共享这方面，我觉得现在的人还是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想法跟概念。 政府设共享机车，希望会当取代私人的机车。不过民众讲，经济状况也是无法度放弃私人奥多拜的原因。政府要设共享的生活方式，目前恐也是无遐尔简单。记者郭碧君、张玉水台北报道。